平方公里的辽阔，交汇了4片草原，50座火山，50有温泉。不只是山，是热的圣水，地热稳过的千里冰封，零下40多度，最温暖的地方，在水里。杜鹃迟迟不肯盛装，直到春雪来了。800年前，成吉思汗在此遥望。如今天地变了，但这江山始终如画。这里是追忆英雄母亲的地方，也是英雄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块。超尔河，长生天赐给大地的项链。科尔沁草原把最经典的一片藏在这里。零污染，世界少有新兴草原旅游目的地。把芳华绣在草原的春风里，绣在山顶的朝霞里，绣在心中的日月里，穿在身上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政权——内蒙古自治政府，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。唯一以乌兰牧骑命名的文化场馆，让赞歌继续嘹亮，让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永不落幕。全球唯一的成吉思汗庙。像父亲一样巍峨，像父亲一样顶天立地。嘴巴很享受，心里很享受，纠结着，痛快着，吃着。大自然与艺术家的审美在此统一。电视连续剧《枫叶红了》在此拍摄。
达姆的酒和热情一样，点火就着。在这里，马够野，血够热，但酒永远不够多。各民族兄弟欢聚在一堂。来到兴安盟，玉山盟、与水盟、与天地壮丽盟。